608第5课两对时四季逻辑啦两对时月一年当中有4个季节两对时年所谓的4季日卡糖公卡敦卡吉卡戒饮指的是夏天、冬天、秋天与春天。이렇게 뒤수 남시 차보月夏天的时候天气很热。태급 두로 사보 괜키月那时会穿着轻薄的衣服。차와切对낭라 롱코로양冬季月极为炎热时，家中还会开电扇。敦卡切尔巴芒波巴巴糖，秋天会下很多雨。新东芒波罗这部 Minky 月，并且很多树木的果实会成熟。新波翠敦透对起月，农夫们会采收庄稼。贡卡南西长木月，冬天天气很冷。提伊格数土漏土波肯起月，在那个时候会穿着厚重的衣服。三推登拉卡瓦巴基热，在高原上还会降雪。星期罗马堂纳车苍马甘卓基热，树木的叶子以及森林都会渐渐干枯。吉嘎南西基波月。春天天气很舒服。提以推属炸糖罗马48节，那时会长出新芽和嫩叶。新巴翠新克第几月，农夫们会耕种农田。解决几种称替换练习。卡瑞尼、卡瑞糖、卡瑞戒饮。所谓的什么指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和什么。两对时年日卡糖贡卡敦卡吉卡戒饮。所谓的4季指的是夏天、冬天、秋天与春天。中华时年砂糖树梅龙戒饮。所谓的4大种指的是地、水、火与风。春塔时年乌马巴糖先占把斗得巴且占马瓦戒饮。所谓的4部宗义指的是中观宗、唯识宗、经部宗与说分别部。卡瑞吉拉卡瑞卡翠月，一个什么当中有几个什么？
楼记啦，南对喜悦。一年当中有4个季节。楼记啦，达瓦中意月。一年当中有12个月。短差记啦，你们短月。一星期当中有7天。你们记啦，秋翠你秀这些月。一天当中有24个小时。开热就开热啦，开热切记热。在什么的什么地方还会做什么？三推灯啦，卡瓦不记热。在高原上还会降雪。切汤起灯啦，咪咕切尔起热。在沙漠上还会出现海市蜃楼。那切起囊啦，恰给查基热。在森林里还会传来鸟鸣。北区欧拉加村切尔基热。在瀑布下还会出现彩虹。可对那是看这月，何时天气很如何？这个那是几波月？春天天气很舒服。伊尔卡那是差波月？夏天天气很炎热。敦卡那是西洼月？秋天天气很凉爽。贡卡那是长梦月？冬天天气很寒冷。新北翠开热切几月？农夫们正在做什么？新北翠新刻第几月？农夫们正在耕种农田。新北翠撒本第几月？农夫们正在播种。新北翠秋绿加起月？农夫们正在浇水施肥。新北翠敦透第几月？农夫们正在采收庄稼。素以开热切几月？谁正在做什么？新北翠新刻第几月？农夫们正在耕种农田。左巴翠秋日苏起月？牧民们正在饲养牲畜。六处翠六中切几月？学生们正在学习。茶巴翠大西东起月？僧众们正在辩经。七色生词。罗年南对时四季
Yerka 夏天。Gungka 冬天。Dunka 敦嘎秋天。Jika 春天。借连同。Kajai tusu Kajai gapsu 什么的时候。Namsi 天气气候。Chabo 热的。Tulok 衣服。Sabo 轻薄的。全穿着。Chawa 炎热。切极为。囊加。Lungkuru 电扇。冬开放。Cerba 雨。Baba 降落下。新东新树木树。Mambo 多的。这部果实。Min 成熟。醒波农夫。敦 talk 秋收庄稼。驴采收收集。场猫冷的寒冷的。Tubo 厚重的。Samto 高原高地。Kajai 什么的上面。Kawa 雪。Loma 叶子。Nakter 森林。苍妈全部。干枯。着趋向。Gibo 舒服愉快。炸草。Serba 新的。Geba 叶瓦生长出。新克田地。Dip 栽种种植。鬼需要。